准备好了吗？就是他亲的呀。准备再次尖叫喽！小梦，等一下。这就是亲戚啊！对呀。不是啊，两个爱心我也接受的。你来干嘛呀？我来送吃的，是啥呀？蛋糕，榴莲的吗？千层。壳呢？不应该把它跪一下吗？你吃，来，来吃一下吧。哪买的呀？这么买的？你是不是无颜出镜？给你点面子。什么？什么？给你留点什么？留点啥？这榴莲降火吧？好吃吗？有点酸啊！刚倒的你，倒了醋了吧？我紧张不动了。吃啊吃。还是从前的你吗？明明知道我的心会受伤，你却依然执意的去做，根本不在乎我的心里有多痛。但我感觉你是在干嘛？没有来，没有来。我们是合法的。合法的吗？我们可经正常。我理他们说合法的，这老气。做人要大气，大气知道吗？生活呢就是自己哄自己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快乐。他们幸福就好，幸福就好。再见不送啊！我要画大概2个小时吧，我画的很慢的。李湘来了，没有啊，来了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哎，他刚才进了小树这边，啊哦，那李湘来了，谁去给他艾特来的？你们这帮人。来，他说嗨，要走。嗨，害的好没有？你们还有啥？空调有点冷啊。有吗？我把外套穿起来。可以关系。要不要高一点？我外套穿起来，有点冷了。我还好。这是我们戏曲独特的红。24度嘛，是有点冷了。是的，晚上也很会秀。在淮安，江苏淮安保利大剧院下一出啊，
下一处凌霄刚才来过了，下一处在他看了一下就，然后就去军连营云港，在下面在常州。你们来看演出呀！今天只有和娜娜的堂。对，连云港10号中秋节演何文秀。是吗？怎么了？下次连何文秀都不敢演了？不是我说今天看到的是。怎么今天还要跟卖花女来碗汤啊？你就不能下次吗？让我喝一碗。杭州这段时间都在外面巡演，杭州暂时没有。我评论说大老婆今天说话都硬气了。没有啊。大老婆说大老婆。15条消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怎么都不会推上去吧？我都没有看到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呢，我这直播间换人了，已经在他的直播间。什么东西？那啥了？他说叫嫂子的，下次单独给你一个汤。哎，笑死了。我衣装还在。大了不给我接点水。让云霄来接。你接。让云霄在边上服侍的好一点。云霄说大家小心心点起来，弹幕抠嫂子。笑死了我！真的要笑嫂子。哎，他真的哎，你嫂子。太好笑了。小心心点起来，不是要。哎呀，我被你们弄得我连刷鼻涕都没贴。笑死掉。全凭嗓子，绝了。大伯，你画的慢一点呀，你这样我紧张。我没有很快。哎，你杯子要装水吗？我先装好了，装满了。出门之前装好的。啊，我的天，刷鼻涕了。
哦，这是来抓糖了。吓我一大跳，真是。哎。看什么？还好啦，其实也什么东西？哦。怎么了？我来看看。这样真的不会被封吗？这样不会的，又没有。大伯会不会剪得太小了？个眼睛。让云霄来看。看一下，你眼睛不要今天画太大哦。我没有洗。你拍的啥呀？看一看。要给我看一下吗？看什么？你的视频啊？视频？你也在直播啊？我在看他直播。啊，那我拿过来给你看一下。等一下啊。好。他说，哎，他这么淡定吗？还没化妆啊？1个小时可以搞。谁呀？他每次都这样的啦，很淡定，很淡定。他可能6点半开始做那个节。你化妆要多久？化妆？没事，来得及。等一下啊。这个眼神杀完了是吧？没有，你的还没开始呢。在干嘛？哎呦，我们是合法的。后面合法的吗？你看这眼神，发上去了。我本来不知道，云霄说：“你看前面2个人，手挽着手。”他说：“我真麻了，好吗？哒过去拍。”合法的。没笑。你去发抖音啦？对呀，他已经发出去了。就从这里开始的。最前面是啥？最前面是啥？你写的啥？绝密内情曝光嘛？这不是榴莲刚跪过吗？是不是？表情。但我感觉你是在干嘛？他不知道云霄在后面的。我们是合法的。合法的吗？我知道都在后面。磨过来。这3颗没办法磨了。不理他们说合法的，老气。做人要大气，大气知道吗？生活呢就是自己哄自己，我很开心，很快乐。他们幸福就好。怎么了？看到你们俩再见不送啊！在这里。上电梯都是再见的。染色了。谁不昨天再见不送了，再见不送。在这里，我云霄过来，我洗不掉。完了，我还没，我现在还没带，然后这个也没带，哒哒这样的。谁没啊？榴莲还没跪。袖套我有的，水衣加袖套。对，然后我那个也没拿来，哎，我等下让那个谁给我拿来。剪映完了之后，把东西剪完了之后，然后这边等，还要等。是剪映了皮以后磨皮才能拿。啊，再把它皮磨一磨是吗？我从来没磨过皮啊。不是，你跟你，但我已经给他们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点。这个绿有点不太够。然后这个美颜，然后这个磨皮，你看就没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可以吗？没关系。
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脸本来就过敏。没事，反正我这边看的人也没几个的。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了。我主要没用过这功能。你这个笑真的是我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个调节调亮度，然后平衡什么的。哦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然后这个是滤镜。哦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哦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哎，这样就好看多了哦。那我重新再来过，要不？看一下啊。差很多吗？会？我预了2遍呢。哦，好像确实有差一点啊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的，好的，以后就知道。是吗？主要是做的太少了啊，从来没给人磨过皮。